先生来遮有啥物代志是？当兄，有几个美女，早到想讲要让当兄你看卖。哦。你如跟我何干，我哪着看？我讲有可能就是有可能，你非看不可。这也无连讲才看啦。龙主无伫咧国内，先有真侪国事要处理哦。慢者，当兄，你唔通找借口。等你若看买美女了后，早家有代志要甲你参详。好啦好啦，来啊！参军太轻哦，免嘞。想太轻哦。公主，神龙已经看过啊，我有啥话紧讲啊？当兄，早家是爱你详详细细甲伊看清楚呢。公主，神龙已经详详细细看过。好，恁摕去。是。公主，你安尼做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当兄。神农伫咧临终的时阵，伊捌讲过：你若一天唔娶妻，伊伫咧九泉之下，嘛是会有替你担心。我承认，我对不起凤姐，但是对今仔日起，请公主你免为着我的亲事伫咧操心。
太英寺已经决定将心唔错，初恋绝不动摇。你安尼做，是不是为着韩素烟？咱卖阁讲遮好。好啦，既然你若较遮固执，大家也不便勉强。公主，呀，最近龙主敢有消息？房主一个去，遮尔哪久，连一条尾都无倒转，我实在替伊真担心。我真惊伊第二摆会搁再中到违法的奸计。家父，这单代志关系重大，你并无考虑啊。也毋过，也无证无据，咱免哪会用随便来指认讲伊骗鬼就是干事情。这哪有什么证据？你想看觅，伊互大正公主掠去，佫无将伊杀死，哈？这10几年来一直拢无伊的消息，现在突然间伊佫倒转啊！哈，这分明是西凉国边犯边款的野心，派四骗鬼倒来做干事。18年的岁月，算起来也毋是讲真短，无一定伊才小影已经投降反帮。伊若是无投降者，早就死咯，哪有迄个换命倒转来咧？家父，小婿乃是天下兵马大元帅，行基中地这案，拢是在小婿的身上。可是家父你若是……好啦好啦，那安尼无明仔再去透早，老上殿来去奏明皇上，重办伊四平鬼。真想袂到，三麦赛竟然会是西凉国的国王。宝钏伊安尼伫咧受苦，算也出头啊啦。上回敢讲实在真好，伫咧偏贵落笔的时阵，伊就有讲过，讲偏贵总有一天会出头，果然是无毋对。是啦，宝钏伊虽然受苦18年，会当做西凉国的王后，安尼算讲伊伫咧受苦嘛有价值啦。后尾，三麦甲麦赛因大的所在，我也全部替伊安顿好势。若安尼就偏落你啦。应该。是啦，宝亲，我嘛有叫春兰去伺候三妹。真好真好，那安尼我就放心咯。你有听无？那是西凉国国王呢。要是要安怎样？西凉国的国王亲自到中原啊！这国较有可能是干事。我若看宝钏阮得意的模样，敢袂随则是咧假皇帝，看状元。你就咧看啦，若有我为好伫你啊，绝对唔放伊干休。敢有你离甲有较蛇？你是足老气的啦！讲啥物四平贵死啊？人即摆搁转来啊，而且搁是一个西凉国国王，人要甲你讨18年的牛相，你敢陪人会起？这妇人之见呐！哈？啥物妇人之见啊？
今仔日若唔是我，你敢有做一个天下兵马大元帅？这是阮老爸的，全部你甲提办的呢。哎，实也袂惨袂惨的，迄是够奇怪啊！要讲一个老母，所生的这食袂啊，但宝川啊落遐尼捌世事，也你啊！我安怎？你都爱提出良心呢？我是倒一点伫咧查宝川啊！那宝川人伊安尼哦，守伫遐寒窑受苦18年啊，但对人使一丝怨言都无啦。也你，袂输甲你讲，我拢无半天啊！我为何虽然是讲若互你媳妇招来讲哦，嘛毋是讲要大了互你倒咧出气的啊！哦，你是愈来愈好胆的，你也敢讲这款话？我甲你讲哦，你去甲我赔罪哦你！无啊你，安怎？叫你赔罪你是无听是？银川。爹，家父，爹，你可以欺负我了。好啦好啦，为何要紧的代志，你要甲为何讲？你请上回房倒转。是。哼。啥款？我今早上金銮殿奏明了皇上，皇上也已经相信了老夫所造的话。哦，是不是皇上降旨来令小婿出哪？因为当时偏贵要点你的长前为先锋，况且恁两个人真该是老夫的囝婿。皇上为着避嫌，所以特别降旨，命兵库将军魏公义擒出边柜，审问处事。哦，老将军一向是铁面无私，是恶无善。四片龟若是落在伊的手中，也好看咧。小姐今年真啊真风光，飞上枝头做红红。朱粉丝落滴来梦，可怜因情梦为空，可怜因情梦为空。哥也鬓毛，不也不心伤。如今竟是心在用，当年落魄中啊加上，今日为王定世良，今日为王定世良。小姐，我记较早吼，我听讲吼，要伫你的身躯边防太你，你大摆拢唔听答应。啊，即摆吼，你都倒转来啊，你都唔通记住讲我伫你的身躯边防太你呢？哎呀，戆查某囡仔，迄个时阵我伫咧汉窑受苦，我家己都无法度通照顾，哪有我都通好顾你？啊，若安尼讲起来是对啦，啊，毋过以后你还阁欠我。以后我袂阁互你离开我，等这代志若是安定好势，我会甲你选一个仔红婿。
宝钏，是咯，你看什么人来？三弟夫啊！二哥，你转来啦？哎呀，迄人四郎转来足侪工啊，你哪会到即马才到位？哎呦，三弟夫啊，你无想讲我靠我这两支脚伫咧赶路吼，啊，甲老细迄肮脏流马伫咧跑的路程，要哪会比的啦？好佳在我是去撞到一寡即落吼，伫咧赶车的好心的大爷呢，伊互我搭伊的马车，啊若无吼，上少就搁到半个月才会当转啊。二哥，你一路上一直求气，甲西凉气，一定足受苦吼。啊，这无啥啦，无啥啦。我虽然是讲唔捌字吼，至少这么义气干魂这个道理我捌啦。因为这吼，老大要甲我教过啊你。大哥，你实在真了不起啊！阿弟啊，你唔通安尼甲我学落啦！啊，我这人吼，一世人吼，啊，啥嘛都唔惊，敢若惊人惊我尔。大哥，你虽然是求气为生，也毋过你捌字又搁捌道理。就以讲当年你遇做四郎迄件代志来讲，你实在是一个有远见、有眼光的人。啊，三弟夫啊，你唔通搁安尼直直甲我捧啦，我歹势噶。大哥二哥，你是小弟的大恩人，以后也免搁去求客。小弟愿意奉养着两位的兄长。啊，唔通咯，我互你饲我，好势，当袂起啦。老大，是安怎唔通啦？啊，这毋是拄好你的希望，你会记得顶房啊未？咱要甲老细结拜的时啊，你讲伊后日一定会出头，啊，咱两个吼会当互伊对应安尼好好啊享福一个，你袂记？叫做客气谦虚啦，你捌无？哦，大哥二哥，你不但是四郎的恩人，也是我宝钏的大恩情人。嘛毋是有恁两个，我早就饿死伫咧寒窑内咯。过去的代志吼，唔通搁讲，莫搁提起啊啦。对啦，莫搁讲过去的代志啊啦。老大，安尼是毋是有哪有做客气甲谦虚？团团为主，是啊。都这位是谢天贵，是我。拿起来！贵老将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人点皇上的面头前，照你有干涉嫌疑，所以有是皇子要来审查此事。照我有干涉嫌疑，是什么人呢？是你甲夫王丞相，也有你二姐夫，天下兵马大元帅为好，伊也对老夫讲过，应该袂唔对吼。哼，你在笑什么？贵老将军，这个代志原因是真多。你不问青红皂白就甲我抓来，这敢袂叫人好笑嘛？你讲看卖。贵老将军。
是讲记过哦，十八年。你做西人国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我身边有带着西凉的国书，请看。